公視台語台要推出新影集《再見1987》，是一出時代劇，結合着台灣也個韓國的民主發展故事來做背景的。這是台語台頭一屆和韓國演員合作，邀請韓國的這個國民媽媽演員文熙景伊來演出。伊也表示講呢，台灣和韓國有真濟相像歷史。那編劇是希望透過這戲出，讓咱後一代當着艱苦時陣，永遠會記得人生的光輝也個溫暖。這是爸對韓國寄回來對無？伊根本就無死啊！阮是一定希望世界變得更加好的少年人爾。哪你咧到底去找伊啊？唔通，迄足危險的。 40年來，當掠准老爸已經過身，卻因為一張被意外發現，老爸因為戰爭動亂流離失所，故事充滿大時代的悲歡離合。這出是公視台語台新影集《再見1987》，結合台灣甲韓國的民主發展來做故事背景。這嘛是台語台頭屆甲韓國演員合作。韓國的國民媽媽演員文熙景講，其實台灣甲韓國有真濟相像的歷史。嘛有台灣的演員表示，希望會當甲台灣的故事講予世界知。 1940년, 50년, 60년대, 70년대까지 한국의 어떤 사회 정치적인 그 분위기와 한국의 사회 정치적인 그런 분위기가 굉장히 좀 비슷한 구석이 또 많았고 공통점이 많았고 사실 분단의 아픔과 觉得心疼大家就是很辛苦的在講故事，因為不是只有我們演員，就是我們演員受到影響其實是最其次的。我們也希望可以讓台灣的戲劇發揚光大。 編劇嘛分享講，《再見1987》是參考真濟無共人的故事改編來的，真濟前輩的想法攏是單純希望社會會當變愈好來追求理想。大個時代攏有幸福、困難甲受到壓迫的故事。編劇希望透過戲出，讓咱的後代在艱難的時，永遠會記得人生的光輝甲溫暖。後一屆大時代的威脅佫來的時陣，咱有法度學曉咱的爸爸媽媽、咱的先輩安怎經過迄個困難。我感覺是為什麼要佇這個故事去選擇一個較困難的時代來寫的原因。再見1987拍算自8月30開始，逐禮拜暗時8點在公視台語台放送，希望邀請觀眾同齊來欣賞這出年度的時代大戲，看見社會變遷當中感動人的愛情、親情甲夢想。記者盧尚珠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